学校开学，天高咧疫情过探视的台南甲高雄是真紧张。台南有8个疫情严重的地区哦，计共是有94间的国中甲国小，都已经有提前伫校园来转药啊。毛家长互囡仔带防止蚊爱药剂去学校喷哦，大家嘛拢穿长衫甲长裤。8月30是全国开学日，台南的中二国小伫咧天高的疫情上严重的8大区域，透早就展开校园整理工作，毛家长替囡仔准备蚊仔水，再去学校用，搁穿长裤避免互蚊仔夹到。他说要穿长裤，然后要喷防蚊液。所以我们在8月23，我们动员了全校老师返校来配合教育局的校园清洁日来做一个知青，然后我们也自己校内雇工。在8月25号、26号分别来做相关的消毒。同款的状况嘛出现伫高雄，多数学校馆伫开学前清水沟啊，做天高的防治，佮提供蚊仔水予学生使用。那所以环境的消毒整洁，班级的一个卫生维护是首要。全台天高的超过3000例，同在区的台南日高阁增加161例，创下高日新高。目前已经累计2744例，连续一礼拜达日的病例数拢超过100例，已经有27个行政区出现确诊病例。台南市长黄伟哲头早嘛去巡视校园的状况。当然是开学校园的安全，第二是防疫的状况。虽然在西北疫情比较没有严重但是我们还是不能小心，因为这个以台南以北的像云林啊、像台中啊都有病例了，所以说我们西北要特别注意。台南市卫生局呼吁，这个退烧的是第一型的天高热病毒，临床症状无明显，若准并发重症无及时治疗，死亡率超过20%以上。呼吁民众要注意身体状况，若出现症状，就要紧去看医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